上早哦。谁来做客？欢迎来了。今日呢，来同我打嘴鼓的是攀树师、白苏的师王莹莹，欢迎莹莹。你好。俺们头头哈有唱到莹莹的时间路，大家如果好奇哈，俺们能让提供更加台湾攀树师，对，让西施比啥人？对，哦，而且女生更少嘛，女生只有5位而已。哇，非常少呢。对，我说今日非常难得。韩国 T 配的黑呢，唔单唱西施 V， 其中5位，然后係什麼嘢？啊，仍然咩係俺哋更加台灣青後上嘅，對，攀樹師。啊，俺哋同我講攀樹師，我用嚟講好哈。我媽媽講爬樹的師傅，爬樹，然後莹莹覺得師傅好像躺起來冇按後上，嗰種白樹師咪做得好。可以。嗰種。嗰度觀眾朋友已經同我講用，攀樹師白樹會變做一個師傅，對，係呀，其中有乜個難處吼，還有乜個一個條路有乜個鐵牌的，還有呀按後上嘅按講嘅什麼，我冇想去白樹嘅，我哋當然一開始呢，我哋都會用嗰度語言帶來嘅物品，鐵牌的物品係來了解，好，我哋來唱小助理。也很慢的哦，古說要跪上路很熟的，我要把它拿完嗎？要跪也有，要抽很久哦，要抽很久，要有一重，有40米，40米，对，40公尺。哦，古說也個很白樹的對系統，哦，那我就不把它全部抽完哦，可能我等過叫，好多謝，好，本來要看一下，也都很嘅熟的，對，個獎呢？很漂亮其實。對，我喜歡它的那個紋路。哦，所以真的就是有跟我們手機神同樣，我們都會挑紋路嘛吼。韓國唔是講奶奶攀樹神。對。哈我說也個係胸斗胸愛嘅，然後你去買的。不是我買的，是我的老師送給我的。對，送俾人嘅。我考上攀樹師的時候，他送給我的繩子。對啊，你送給我幾多錢啊？如果是台灣的話，台灣1米是賣，它是算長度的，所以1米是賣100塊。1米100塊，所以會吸錢更多，因為它是進口的繩子，所以就更貴一點。哦，更貴係差唔多幾多錢？可能要5-6千塊。哦，剛才你說嘅它的特殊之處在哪？它就是首先一定要有斷裂強度的限制，就是你要多少公斤以上才可以把它拉斷，這樣子。我們是規定要2700公斤以上的拉力把它拉斷，這樣才算安全的規範。然後再來就是它比一般的繩子還要再更耐熱一點，因為我們在使用它的時候會摩擦它，摩擦就會生熱，所以它比一般的繩子還要再更耐熱。你都會有一個機緣，因為我哋頭都講台灣人西施比的攀樹師，你都會有一個機緣去走一個條路呢？這說來話長，但是就是因為我是念森林系的，我是森林系畢業的學生這樣子，然後我在念書的時候，其實就有聽過有攀樹，但是我那時候還就是沒有真的去學這個技術，是到大4的時候，我的一個同學，然後他的老師就是我們系上的老師，只是我不是那個老師的研究室的學生，但是我同學是，然後那個老師他剛好有一個計劃，就是要去做阿里山的神木調查，要去看那個神木健不健康，因為如果不健康的話，比方說有不健康的樹枝很大的那一種，那它掉下來其實會砸到遊客，就很危險。對，然後這個是林業署的計劃。那老師可以做樹木的檢測，但是只能做樹下的，因為老師不會爬樹嘛。可是神木其實很高，所以他需要有人到樹上去看看上面的健康狀況怎麼樣。那老師剛好他也是 ISA 的樹藝師，
就他虽然不会爬树，但是他是树艺师，是另外一张 ISA 的证照。对，所以老师就知道说 ISA 有攀树师这张证照，所以他就去找了台湾的 ISA 的攀树师，就是我现在的老板，然后我的老师，这样子。所以那个时候我系上的老师就找到了那个我的老板，他的绰号叫做鸭子，所以我算是就间接认识了鸭子，这样。然后后来我跟我的同学就觉得攀树这个技术好像蛮有趣的，然后蛮有兴趣的，所以我们就自己去找鸭子学攀树，这样。家嘅兴趣很有呢，因为一开始就太好路上的读森林系耶，对，嗰时候就系家下高中的时间，你对那个太自然有兴趣？可能在更早之前，我就蛮喜欢大自然的，对。刚爬能攀树差不多会爬一个的树诶，你爬过轻个诶？最高的话，我爬过65公尺。大概1公尺，如果算3层楼的话，所以是20几层楼这样。哇，你会养狗啊？其实会，对，但是因为65公尺的树，这个就是我们去做另外一个工作，是去做采种子的工作。为什么不等它掉下来就？对，为什么不等它掉下来？因为掉下来就太晚了，死掉了，就是那个种子成熟了。对，然后这个也是林业署，以前叫林务局啦，现在改名叫林业署的计划，就是要帮他们采台湾杉的种子。台湾杉是一种树木，那个杉木的杉。对，然后那个台湾杉是台湾可以长最高的树，就是有记录，目前历史上有记录最高是好像90公尺左右。对，好，刚刚呢过来看下面的一个演带来嘅物品係乜嘅？還有。一個黑馬嘅很可愛呢。這個是我的攀樹師的證書，實體證書，然後加一個小布章，這樣。一個布章係可以留拿上布風，可以自己縫在衣服上。你做嘅叫用 ISA， 對。一個係用哪個單位？中文的全名叫做國際樹藝協會，對。然後它是美國的一個樹藝相關的民間組織，但是它因為是可能是全世界歷史最久遠的樹藝相關組織，就是現在有100年，所以應該也是全世界最大的。有100年呢。對，嗰種一個係考到一個證照，很難考嗎？應該算蠻難考，所以現在全台灣才只有41個。嗰時候喺台灣，因為我哋冇這個證照，嗰時候我係一個認證呢，大部分如果去考一個最有規模的。對，然後它也是一張國際的證照，就是如果你拿 ISA 攀樹師的證照到其他國家去，他們是認可的。就是可以行走天下嘅。對。咁他考係用嚟考啊？會考嘛嘅？要考筆試跟術科都要。那筆試的話，其實就跟大家熟知的一樣，就是我們要念書，然後寫考卷，這樣選擇題而已，沒有申論題。考用哪些相關知識？有很多跟樹木有關的，比方說樹木生理學啦，然後或是土壤的健康、土壤的結構，或者是怎麼樣去拉那個纜繩，就是樹木跟樹木之間的纜繩之類的，其實還蠻多範圍的。對，但是它主要因為攀樹師的證照主要是認可你的攀樹技術，對，所以筆試這部分就沒有探討得太深入。就是比方說病蟲害我們也有學一點，但是如果真的要找病蟲害的專家的話，就其實不是我們。就另外的專家這樣子，對，但是就是每一個都要了解一點點，因為我們是第一線的從業人員，這樣，然後這個是筆試的部分。那其實它難考的地方是因為樹科的話呢，就是要真的去爬一棵樹給考官看，然後它是有時間限制的，就是我們要在30分鐘之內完成考試的內容。這考試的內容就包含了從地面
开始架绳子，绳子的架设，然后往上爬到最高的地方。那最高的地方就是大概是15到18公尺，就是它有一个规范在。爬到最高的地方之后，我们要再做横向的移动，去离这棵树的中心点以外5公尺的地方，这个是 A 点。然后 A 点那边有一个铃铛，你要拔出你的锯子去敲那个铃铛。敲完铃铛之后要再回来中间，然后再去 B 点。B 点也是离树干中心5公尺远的地方，所以 A 跟 B 至少会相差10公尺远。这2个点黑含黑树的风，对，含黑树的风，对，在这棵树上，在这棵树上，我移动，水平移动过去。哦，然后再下到地面，这样子是要古夜工厂搬掉组30分钟之内要完成。哦，所以其实是在做30分钟的剧烈运动。哦嘿吼，对，一般能因为15到18差不多6层楼左右。按你北上去听起来就要很久哎。对，你还要过赛过去靠个人哦，所以非常累。对，所以它在体力上面有一定的限制。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女生会相对的比较少一点点，因为我们身体素质本身就比男生差，这个是很现实的事情。就是对，这不是肌肉，对，因为肌肉要的，没错。刚才能够来看行业的一个引带来的东西。好。你的东西都很有没？都很跟木头有关。真的哎，就会讲呢。嘿，比赛，对，这个是比赛的奖杯跟奖牌。哇，很漂亮哎。你考到证照还不够，还会去比赛。那比赛的压力更大，还黑。比赛我其实觉得比较还好。对。也是有一点点压力啦，但是没有像考试压力这么大。然后再加上比赛，因为就已经有一定的技术了嘛，所以就是开心的玩。阿嘎是可以拿到好嘅成绩。对，没归好玩嘞，所以还会继续再比吗？还会，就是要看台湾有没有办比赛，因为每年不太一定。你们奖牌都很漂亮呢。对啊，我觉得都做的蛮特殊的。对啊，如果讲你今后嘅成绩也下系第2名，就是总成绩是亚军。总成绩亚军加其他人打头名嘅人，安尼好，安尼过来看亲民一方，好，引带来嘅，也是一种字啊，来看。奖状好发嘅呢？对，也还蛮给时间嘅。这是国小的时候参加课语，这应该是演唱比赛吗？对，课语歌唱表演类，还有朗读比赛。侬会去参加？就因为妈妈是客家人，然后。我也不知道他逼我的吧，我会忘记为什么我会去参加。那影片呢？不说有几批练习，对，因为你在台北长大嘛。我在台北长大，我妈几批讲，不过都竟还在唐爱生啦。可以。也都会，俺哋我请到演员嘅关系，还有几多同白书有关的事情，俺哋聊一下个继续来唱高演员。你有多嘛？个可怕？也没有到很可怕啦，但是就是比方说在树上遇到大地震啊之类的。接下来做客蔓延来了，今日来同我打嘴鼓嘅係我哋台灣青後生嘅，同時也係細妹嘅白素時、柯素時、黃妍妍，同妍妍分享嘅嗰度就係。個奇妙嘅成分，今日人做好看到嘅係演嗰度，對於個重要嘅物品，我人對於輕優片也嘅開始講好嗎？這看起來好像相機有一點歷史，沒有嗎？很新嗎？表示你很常用哦。對，比較常帶它，就是在外面跑來跑去，所以可能看起來歷經風霜，有這個感覺。我會帶一白書嘅哈，會帶到樹上去拍。其實蠻重的呢，我已經挑最輕的了。係啊，你就還會北上去帶暖啊？對，一個翕相機做嘛會對人安重要。
就是因为我的爸爸他的职业，现在的职业是摄影师，然后他以前就喜欢拍照，所以我现在的职业以台湾咩？他以前不是，他是自己后来退休之后转职，对，所以现在就是古总会自学哦，对他都自己学，自学到编摄影师，对，所以我小时候就常常拿他的相机来玩啊什么的，对，然后慢慢长大之后，他也有借我一些他淘汰的相机来玩，这样。那这台是我毕业之后，然后开始做这个树木相关的工作，然后拿自己的薪水去买的第一台相机。哦，你去改给第一台。刚你的相机的那个记忆卡，你抛给东西应该囤100年，没可能哈。树上比较多哦。都是树上的，你看出去的风景还黑树风的东西，对，大部分是这些，然后可能拍我的同事啊在树上的样子之类的。刚要做白树时，爸爸很支持的哈，爸爸妈妈。他对妈妈比较有疑虑，因为妈妈稍微比较传统一点点，对，他就觉得女生嘛，一个人在外面跑来跑去，然后又是这种高危险的职业，对，所以一开始他比较不能接受，但现在有反对哈，也没有到反对，但是他就是很担心，然后会一直问我东西这样，然后就眉头皱起来。但是现在他也习惯了，然后再加上我考到攀树师，然后我拿攀树比赛的奖，他就觉得我好像就是有一定的技术在了，所以他现在也蛮信任我的，就比较不会眉头皱成一团这样子。那爸爸的话，他就是对我比较没有在管，他就是我觉得他带给我的这些观念都蛮不错的，就是他只希望我们可以找到自己真的喜欢做的事情，就不一定要是什么职业啊之类的，就只要是喜欢做的事情，他都觉得很 OK。这样，刚刚我推人诉苦哈，他们诉苦，你那天问工作的怎么样啊？你都怎么讲？会，我当然都说很好啊，然后都讲一些有趣的故事给他们听。我比较不会讲一些可怕的故事。你有读多吗？该可怕是也没有到很可怕啦，但是就是比方说在树上遇到大地震啊之类的。你有读多过哦？有。那爬下来也是来不及呢，爬下来地震都停了。对啊。哇，刚哈用哎。所以那个时候在树上，那时候的树也是蛮高的，大概45公尺左右。然后我们是爬那个红块，对，红块也是做采种子的工作，怎么刚好都是采种子？对。然后那时候是我们在七兰，那一次的地震刚好震央就在宜兰，所以我们是在震央遇到大地震6级，2年前吧，6级。你拄好提树的当。对，我在树上，然后就那个晃的感觉，就跟平常，因为其实平常风吹树也会晃。但是那个地震的感觉就跟树风吹的感觉不太一样，很明显不一样。然后我比较印象深刻的是，地震之前会有一个小小的前震，然后那个小小的前震我们还没有感觉，可是我突然看到那个整片山谷的水从山谷上面这样掉下来一层，白色的这样啪掉下来，然后我心里就想说，是突然下大雨吗？怎么突然就有一阵白色的水掉下来，而且是整片山谷一起？然后我就没有想太多，因为本身天气就不太好，我以为就是下大雨。可是后来大概过一下下之后，然后整棵树就开始这样。然后我同事，我学长在另外一边，我就跟他说：“学长，好像有地震呢。”然后他就说：“对。”不要怕，我们也逃不了。对，哇，我压他熊熊黑，往上那个蜘蛛人攀在9层楼高的外面。对的地震，因为你会养狗啊，你是会怕高的。我会，到现在还会吗？到现在还会，但是怕高这件事情其实可以克服。就是当你在这个高度，假设是5公尺好了，很害怕，那你就停在5公尺。
就不要再继续往上了，因为我们是可以习惯高度的，所以当你觉得我好像习惯了，差不多了，那你再继续往上一点点，这样，所以其实都可以克服的。给白踢桶就学长讲不要怕，对，对，他说不要怕。那你那时候，我那时候就都不敢动，我就本来在工作嘛，然后就停下来，然后都不敢动。然后就等那个地震过了之后，你那评估讲有哪个天时，比如讲可能不台风啊，好楼台椅这种不能爬，其他台部分就可以。打雷也不能爬，对。但是下雨的话没有问题，下雨都可以。对，有些工作就是下雨还是要去做，对，因为它有时效性，比方说采种子或者是树木修剪的工作。嘿啊，你如讲你的报数时，其实你能爱采集种子，对，还个爱树木修剪，要总不得用机器去，那种什么吊台啊、吊车，对，也是可以，但是这两个就是以吊车做修剪，跟以攀树师上去修剪，这两个有一个比较大的不同是。吊车修剪，它可能只有办法修到比较外围，树木比较外围的地方，它没有办法伸进树的里面。但是如果是我们人上去树上做修剪的话，基本上这一棵树的任何一个地方，我们都可以去得到，因为我们有绳索技术的帮忙，这样那就可以做到比较精细一点点的修剪。对，但是不是说吊车修剪就不好，它有它的优点，比方说它的效率很高。如果你要修一整排行道树的话，请攀树师去修就有点太不划算了。对，这个是一个怎么讲？有时候有成本啊、效率的考量啊。那台湾稍微比较奇怪一点点，就是台湾的吊车修剪的从业人员有一部分啦，比较传统一点点，没有办法接受攀树技术的人，他们会觉得我们在抢他们的工作。因为我们算比较新的技术嘛，对，但是实际上不是这样子的。在国外，他们是吊车修剪的人员配合攀树师一起去对树木进行维护，那这样子也是对树比较好。对，应该要是这样子互相帮助的状态，我觉得是我们的目标啦。对。多多看到你嘅翕相記錄嘅感覺，確實當然大部分人看唔到安國嘅風景，對啊，有唔能去提起拍落，咩係嗰珍貴嘅記錄，對啊，還有另外一個就係我講到對人嘅影響，錯冇？係一篇有一本，一個胡明義老師嘅《苦雨之地》，我哋都有講到我哋咩。我哋過後一個欣賞嘅書，佢非常厲害，佢可以同台灣。下到會像另外一個宇宙，可是又更很切合台灣的處境啊。那為什麼你會特別拿這一本？而且看得出很寬，很多標記，看得幾多邊的感覺呢？對，一本書對你的特殊之處，就是我這本書應該是我大4的時候，大學4年級的時候它剛出，然後我就趕快買來看，這樣，然後裡面剛好就有一個章節是在講攀樹的故事，對，然後我那時候就覺得很有趣啊，然後我也剛好那時候好像差不多剛學攀樹，還是在學之前有點忘記了，但就跟攀樹有關，然後後來我去跟我的老師學攀樹上課的時候，他就跟我說。因為我有跟他說我很喜歡這本書，然後裡面有講攀樹，然後他就跟我說，吳明義老師其實是去找他取材的，就是去找我的老師上課，去更了解攀樹之後，然後才來寫這個書，這樣子，所以我就覺得很有緣分。你感覺你追溯嘅喜愛大自然的源頭係乜嘢啊？源頭我其實不太確定有一個很明確的事件，但可能比較多的影響是我爸爸給我的影響，因為他以前我小時候他會限制我們可以看什麼樣的節目，不能看什麼樣的節目，就是看電視的話，所以我被限制很少看什麼連續劇啦，或是綜藝節目，我都沒有辦法看，就娛樂性質的比較少，但是他都給我們看那種動物星球頻道、Discovery 國家地理頻道，然後
或者是他给我们看很多那个宫崎骏的动画，就都跟自然生态比较相关。我觉得可能那时候对我的影响蛮大的，然后我自己刚好又蛮喜欢，觉得很有趣，这样，所以对，就是哇，那天是真的有影响。我就是都在看连续剧和综艺节目的，没有，然后我就真的走这一行哎，对耶，哈，还有周峰，还有南欧一堆。这看起来也有点历史这确实也很有历史。然后国家地理2009，没错，2009年世界地球日学习单，对，这是怎么来的？印象很深刻，就是国小的时候会大家一起去那个演讲厅听演讲，然后就是这个世界地球日的演讲，然后他就是发给我们这个宣传单，那个封面的有个黑色的海鸥，如果你把手搓很热的话，然后按上去，它的那个黑色里面黑色就会消失，然后就会看到它肚子里面其实有很多很多垃圾。那么酷！对，09年就有这样的。我那时候就觉得很，我有看到5年2班黄莹莹。对。哦，如果我是小孩子看到这个，应该会受影响哎。对啊。我跟你搞一下好吗？来看下。还有时间吗？真的可以吗？应该还可以吧，经过了这么多年。09都已经是17年，有吗？不够热，我等一下再来搓好。所以肚子里面那个垃圾，你看了是很触目惊心。对，我看了觉得怎么会这样子？他们明明就也是生物，但是肚子里面却都是垃圾，然后是我们造成的，我就觉得有点难过。有哈豆，对。然后你留到现在，我留到现在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留到现在，可能真的对我影响很大吧。应该是哦。我有看到一点点，有露出来一点点。但你那个时候其实不知道，一定不知道那个对你的影响。对，我不知道。我觉得我也是有一部分在做环境教育的推广这件事情。因为现在知道攀树的人还太少，所以我们会透过比方说训练课程，或者是带大家攀树体验这2个事情去推广攀树，然后还有推广树木是怎么样对我们好，这样树木为什么这么重要，这样子。然后当然不一定每一个人上完课之后都会受到影响，但是如果这么多人几千个几百个人里面有一个受到影响，然后他未来去做更多对树木好的事情，对环境好的事情，那我觉得这就是我们的意义。这样子，就像那张传单，他可能撒了全校几百个学生，但是只有我一个被撒到，但也很值哦。对，没看过那单我们聊一下，大家呢去看一下因工作的情形，我们能够多做来继续打嘴鼓。say 哈茶。好，这个是树木工作危险的地方，但是其实攀树本身很安全，必须要跟大家说，不要被吓到。我们今天是在台北市立木栅动物园，然后要帮园区里面的树进行修剪，这样子。为什么要用攀树修树呢？就是因为园区里面的树吊车是到不了的，对，所以通常这种情况就是需要我们攀树师去帮忙修树。基本上只要人可以走路走得到的地方，攀树师都可以去修树。然后还有再来就是，因为我们靠着绳索的技术，所以可以到那棵树的任何一个地方，基本上都是没有问题的。所以也可以做到比较精细的修剪，这样子。比方说树的内层啊，或者是它的很外面的枝条啊，这些我们都可以去得到。这样子的修剪模式会对树木的生长比较好一点点。然后像动物园的话，下面就是有关动物的围栏，所以我们不可以砸到那个围栏，把它砸坏。所以我们必须在树上先绑一条绳子，然后等一下呢，
在修树切木头的时候，就是要让那个木头不可以直接掉到地上砸坏东西，所以要用绳子拉住。那嫩嫩现在就是在架设它，等一下要拉住那个树木的系统，这样。考攀树师的话是要18岁以上，因为考攀树师它有3个报名的资格条件。第一个是你要有18个月的攀树相关工作经验，所以当你要有攀树工作的经验，你就一定要年满18岁才可以工作嘛，对，所以这是第一个。再来第二个是你要有急救课程的训练证明，这样。然后第3个是你要有空中拯救课程的训练证明。空中拯救就是当今天一个树木工作者他在树上工作的时候怎么了，然后没有办法自己下来，你要上去树上把它救下来，这样子。这3个条件都满足，都有证明了之后，你就可以去报名攀树师考试。那我的老师呢，就是台湾第一个攀树师鸭子，他是把课程的设计分成3个阶段，然后甲乙丙3个阶段，学会这3个阶段的课程，你其实就具备了可以去考攀树师的技术。我们会在这3个阶段都教给你。对，那至于你的技术好不好，或者是你有没有练习，你考不考得过，那是另外一件事情。谁来做客？欢迎来了，我们今日的来宾是白树师、K 树师王妍妍。因头头讲到，嗰度伊个体配的经历，韩国做嘛嘅我想要做也个条路哈。啊，我来头头也看了伊工作嘅情形。工作嘅主要喺动物园哈，还係嗰度地方旅游。不是主要在动物园，但是就是因为动物园它没有办法让吊车开进去修剪，所以需要请到我们攀树师上去做树木修剪，所以我们是各个地方的案子都有接，那动物园是其中一个这样子。很多人会诟病，就黑俺能讲到行道树啊，剪树的就是剃头鬼剃头啊。刚刚你呢剪树的，你们的理念逻辑是什么？就是断头修剪是对树木其实是非常非常不好的，是对它来讲是一种伤害。那为什么是伤害呢？这就有点复杂，就跟植物的生理学有关。对，那我们在攀树上去做树木修剪的时候，就不会做断头的修剪。那断头是因为吊车只能到的地方很有限，对，所以它就只能切在这边，那它就直接切。那攀树的话，我们是可以到树的任何一个地方，那就可以在对的位置进行修剪，这样子对树木的生长会比较好，就它可以更健康的生长，这样子。能爱好剪树哎，因为像我去卢卡，我有3个盆栽，对，陆续死亡，因为一个是加太多水，也算太早，你就感觉压根还没有长还，连那么小的盆栽我都不知道如何处理它。能够剪按哪些树那个是不是其实蛮高深的学问？对对对，就是我觉得除了要多念书之外，就是念跟植物有关的书之外，还有很多实地的经验，就是你要累积你的经验。对。刚刚你100啊，会几个人一起出动吗？我们最少的话一定要2个人以上，最少。因为而且这2个人都是要会攀树的人，因为一个如果在树上怎么了，至少另外一个还可以上去把它带下来。因为带下你完全不用来攀树，对，所以通常就是2个人以上。那如果大型一点的案子，可能会需要到10几个人，这样。拄到的窗口我有用来窗口，比如说有时候头有讲到讲像梯桶，可是梯桶你就只能等它结束。你还会拄到用哪些情形？像是攀树的树木修剪工作，在国外是被视作是10大危险行业之一，因为要使用电锯这件事情，危险的工具。电锯你光是站在地上用就很危险了，何况是要带到树上去使用这样子。但是目前我们是还没有遇到过，因为我们还蛮注重安全这件事情的，有关于电锯啊什么的。我遇过最危险的事情是，我那时候还不是攀树师，但是我就是已经在做树木相关工作，刚入行没多久，然后我们就是去溪头有一棵大叶桉，大叶桉是一种树，
要伐除，因为它整个死掉了。然后溪头有一个很有名的水池叫做大学池，不知道艺人有没有去过？没有。然后那个水池上面有一个木做的桥，大叶桉长在那棵桥的旁边，所以如果你直接把它从下面砍断，然后倒下来是会打到桥的，就不能这样子做。所以我们必须爬到树上去，然后一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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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把它切下来，慢慢放到地上，这样就需要攀树师去做。那一次就是，因为大叶桉很粗，那一颗大叶桉比这个桌子还要粗很多，一个人可能围不起来，这么粗。然后因为木头其实很重，对，然后在做移除的时候，我们会用一个技术叫做 rigging， 英文叫 rigging， 就是你要绑好绳子，把切断的木头慢慢放到地上，不可以直接让它掉下来，掉下来就会砸坏东西嘛。然后在 rigging 的时候，因为木头太重了，然后那一条 rigging 的绳子就被弄断了，断掉了，那个木头就直接砸到地上，然后断掉了的那个力量其实很大，然后那个 rigging 的绳子就往上弹，然后弹到我的学长这样子，就不是人掉下来啦，但就是有被弹到，然后他这边就是有受伤，但皮肉伤而已，就还好。对，然后就下到地面，赶快休息，然后擦药这样。这个是树木工作危险的地方，但是其实攀树本身很安全，必须要跟大家说，不要被吓到，就是因为我们在攀树之前就会做很多，比方说测试啊，测试这个树可不可以用啊，然后它有一个选择的标准，那我们都会判断。所以当你开始往上爬，其实是非常安全的，因为那个树枝不会断掉，你已经测试过了，绳子也是安全的。对，所以直直的往上，直直的往下，或者是在树上做一些休闲活动啊，都是非常非常安全的。危险的是树木修剪工作。因为你要上去做事，对。有按到的加拉霍斯呀的，就是有危险性。不过对一般民众，因为你能有一个工作的重点，没是带太家去保树的嘛，没错。那这个应该跟修剪工作就截然不同，完全不同。就是大家如果是来跟我们一起攀树体验的话，我们就是教你怎么往上爬，怎么下降。就可以了，然后你自己操作那些绳子跟绳结，你就可以往上爬了。往上爬，然后在树上，我们通常会在树上架那个吊床给大家，所以大家就可以爬到很高的地方，然后躺在吊床里面。那看你想要在吊床里面做什么都可以，睡觉啊、喝咖啡啊，或者是看书啊都可以。其实是非常非常安全的。哇，真嘅喺人哋上唔到嘅体验呢。对，好，剛剛人哋聊一下，等下呢，因我帶本來以感覺佢重要嘅料理，等下人哋錄啲係乜嘅嘢，好，人哋試下茶。謝謝。我覺得每一個工作都一定有辛苦的地方，對，但就是因為有這些辛苦，所以你才會突破了之後，你就會覺得很開心。誰來做客？萬人來了，今日呢，我哋嘅來賓係白樹師、刻樹師黃瑩瑩哦。今日作風有瑩瑩之聽呢，對唔過重要嘅一個料理，無所說係吼，唔過看起來佢好食咯。對，係梅乾扣肉係咪？一個做馬會係想要同人哋分享嘅料理。因為以前回阿婆家的時候，他都會煮這個給我們吃，然後小時候還蠻常待在阿婆家的，暑假寒假都是去那邊住1-2個月這樣子。家婆對，阿婆，喺苗栗，在苗栗。好，剛才我試看啦，看起來真蠻好吃的。我流後蘭水呢，真的，真嘅來試看啦。而且我小時候其實。小時候沒有很喜歡這個梅乾，但是長大之後不知道為什麼就覺得是一個很懷念的味道，然後就很喜歡那個梅乾酸酸的感覺。我們喺灣西瓜唔好食呢，我哋好多人嚟講，他反用嚟講梅乾扣肉，其實盧卡都講滿族肉，不會特別講鹹菜乾。對，
可是这种好像对声音呢，就会觉得唔係幾好看呢，所以啊，啊，如果都睇人都會感覺，是的，如果像有回到嘅家鄉嘅感覺呢，故說以前阿婆頂上會煮飯人生，然後我記得以前，因為我的兄弟姐妹很多，我的阿姨的小孩什麼的，我們寒暑假都會一起玩，然後會一起去上游泳課，然後游泳課回來，大家就很餓，真的跟餓死鬼一樣，然後就聚在那個餐桌前面吃東西，然後一直吃，把所有的菜都吃完，這樣。能就是迄個鬼多路卡是吃到這樣子的東西。對。剛剛你可以做一個白書的一個條路啊，你感覺親戚們會係乜個事情？有乜個係你覺得很？雖然我覺得聽你講起來，你真的很熱愛這個工作，那個喜歡是什麼？喜歡，我覺得是我想要把自己喜歡、自己覺得哇好有趣的事情跟大家分享。對，就是在帶客人或者是在做訓練課程的時候，我是帶着這樣子的心情去工作的。那如果是自己的話，我覺得可以在森林裡面工作，對我來講是一個很幸福的事情。然後有一次我在應該是一顆扁柏上面，然後也是因為其實只有採種子的時候，我們會進到很深山的森林裡面。基本上平常修樹或是帶客人的課程都不太會進到很深山，因為就他們不可能就是進到山裡面，太不方便了。然後那一次是採扁柏的種子，然後雖然那一天下雨，下大雨，天氣又很冷，然後已經是工作的最後一天了，我們已經前面在山上待了5天了，對。但是那一次爬到樹上去，我覺得我感受到了非常平靜的感覺，就是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一個詞叫做 inner peace，就是內在的平靜。對，然後因為未來其實你如果擔心的話，你會焦慮，然後過去的話，你會可能留戀嗎？我覺得未來跟過去都是一個怎麼講，一個阻礙。但是如果當你有內心很平靜的時候，你就是活在那個當下。我是這樣子的感覺。然後那次在樹上，我就很明顯的感受到非常非常的平靜，然後就是專心的做我的工作。這樣，我覺得那個給我的感受蠻衝擊的，因為可能平常工作的時候就很忙啊，然後要顧到客人的安全啊之類的，對，就是跟平靜是完全不一樣的感受。那個是我覺得最近一次，我覺得我真的很喜歡我的工作的瞬間。工作一個工作本身沒有缺點哦，沒有任何缺點對你來說。有缺點我覺得每一個工作都一定有辛苦的地方，對。但就是因為有這些辛苦，所以你才會突破了之後，你就會覺得很開心，這樣就是成就感的來源嘛。除了工作以外，因為躺起來真的很理想哈。比如說幾多上班族啊，剛過工作歸無聊 ，OK， 所以他們會需要一個別的寄託。你好像不用做瑜伽。我的寄託是做瑜伽。我如果覺得狀態不夠好的時候，我就會去做瑜伽，然後或者是跑步，然後流很多汗流掉，我就會覺得比較開心。因為工作的時候還是會，比方說有遇到比較難搞的客人啊，或者是老闆不滿意你做的事情啊，大家會遇到的，一般工作會遇到的事情，我們一定都還是會有，對，只是可能比較特殊，然後我自己也喜歡，所以我會覺得這些都是比較小的事情，我就不會很往心裡去，這樣。台灣今啱當 CCTV 白素食，對你嚟講當然希望越多越好啊，當然，你剛剛用了一年適合來做一個條路。首先，我自己覺得，首先你一定要喜歡樹，
喜欢大自然。应该不太可能叫一个不喜欢的人来做这件事情，那他自己也会很痛苦。对，这是第一个。再来第二个就是，我觉得可能要有一点耐心，因为在我刚刚说我学了2年才去考试嘛，所以在这2年之间，你自己其实有没有累积，只有自己知道。然后外面的人看不出来。甚至有可能觉得你这2年是不是都在玩，在浪费时间这样子，然后很多人在这个练习的期间就会放弃。对，我们遇到蛮多的，像我现在是最年轻的盘书师嘛，那其实也有蛮多比我年纪小的人，他们也想要学这个技术，然后进入到这个行业，但是好像后来都就是不了了之。我觉得可能是因为练习的时间蛮长的，就是需要一点点耐心去累积你的技术，这样子。不过你练出来，你都感觉很值得哈。对，刚刚今天的分享好像，我感觉也是一个话太多了，讲不完。几多哈，都几多经验。虽然你做一个条路冇研究，其實冇幾多年，大概4年。4年，對，就是一大學畢業就入行。不過都係幾好嘅，對人感覺係幾好嘅條路。對，咁人希望就係，就像頭頭講嘅，對人感覺也幾好嘅，對環境嘛嘅係好嘅事情，去分享俾大家。就是，我覺得啦，我的老師跟我說過一句話，他說，就是會注重樹木的國家才是先進的國家，就是因為在，比方說低度開發一點的國家，他們需要的是錢，他們不會在意生態環境怎麼樣，他們拿這些資源去換取金錢，對，所以我覺得如果台灣可以有更多人重視樹木，那是不是就代表台灣的發展也越來越好？這樣子，好，然後對整個環境也是一件很好的事情。好，感謝阿姨今天的分享，多謝阿姨。謝謝。好，我們繼續來吃文竹。好的，多謝。蠻不錯的，不鹹哎，對啊，很好，很厲害。所以你爸爸本來就會，厲害哦。